术水个好，搁请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袂水。好朋友，过去四句人咧讲，第一是食，第二穿，咱人食穿是半生成。新青装他伫现代社会造成人第一印象，咱唔通讲即站不要紧。有个人穿着衫优柔接档，台湾人说的成语四字，优柔佮接档咧表示啥？表示到迄领衫半个月、一个月拢无洗，已经袂输敢若是后咸菜共款。所以吼，你甲看，尤其迄落穿西装、穿靴子的，手尾吼过甲垃圾里落，总共看着就是袂停的感觉。当然，咱咧第一印象人就拍折啦，穿衫唔通优柔接档，甚至吼，人若对你第一印象拍折的时阵，无定定你头毛若阁无剪的，喙鬚阁留一个，人就感觉讲啊，你即个吼拍算无正派，拍算西毛带角的。即句话咱台湾人说的成语，哦，你甲听，用个迄个较含的角度来伫咧描写，毋是干那带角尔，阁西毛，啊，这感人。当然啦，无正经讲，有一款人讲，行路出门发一个角，也是讲吼头毛留甲拍散，互你感觉人毋正人，禽兽毋正禽兽，毋是。即句话咧描写啥？简单就是咧描写讲，但即款人互人印象毋是善类。上界土白讲的，讲迄罗马什物川，国情啊毋通阁讲啊，阁讲吼，就超过即个普遍级的节目啊，无毋对。所以吼。用成语伫咧表达，用成语伫咧描写，台湾人拢有迄个习惯性，拢有迄个技术，西毛两字也阁无够，用带角来加强来补充。啊，即款人有当着话袂开，人就已经退避三舍。啊，若讲到话吼，气牙牙，人就讲你吼手长目角。哦，咱知发喙鬚，喙叮当，喙鬚用个长的。啊，讲到话目睭用个圆，用个杠的，这就是歪高起错，国正头拄我咧讲无正派的人，这话咱台湾人特别说出来的俗语，手长搁目角，讲到话气牙牙的人，当然国正头拄我讲第一印象就无通好。毋则讲现代社会清炒装他拢是介要紧。过去幼园有一句台湾俗语，国正啊谈遮当作补充提出来，含你互相研究，讲不食光啊人咧。人食庄，安尼就正确啦。